大韓民國約有100萬名外國人在工作，這佔全體在大韓民國工作的勞動者的約4%，所佔的比重很大。此外，在韓國人出生率降低和老齡化的情況下，預計今後外籍勞動者的比重將進一步提高。但據確認，很多外國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遇到了困難。代表性的困難是企業主拖欠工資或支付低於最低工資的低工資時，存在暴力、惡言、歧視待遇等侵害工作現場人權的情況。據確認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外國勞動者害怕失去工作，或者對韓國法制制度的理解不足，因此沒有特別的應對，默默地忍着工作的情況很多。但是，根據大韓民國勞動法，在韓國工作的所有外國勞動者，無論是在合法得到許可的情況下工作船，是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非法工作，都會受到保護。即使非法工作，也按照勞動法規定，工作1個小時至少要收1萬韓元以上。如果不支付工資，可以向勞動部申報並收取費用。如果在工作中受傷或生病，也可以接受治療。外國勞動者不僅人數多，船做了韓國人因為累而難以做的事情，是大韓民國必須的存在。因此，大韓民國勞動法正在保護外國勞動者。有煩惱的時候不要猶豫，請幫忙。